后来乡亲啊，这波黄酸雨的锋面真强，影响台湾的时间嘛真久，会到后礼拜二。今仔日全台湾各地拢落阵雨，也就是雷公雨，尤其是台南以北、宜兰甲澎湖地区有落局部的大雨。明仔载开始，这个锋面落南，拜三到拜四，中南部会来落大雨。若影响上大的时间是伫个拜四到拜六。 加上这个西南风真强，全台湾的雨拢会真大，尤其是中南部可能会来到地灾性的雨雨。全台雨拢落无停，这款的天气可能持续一礼拜。 今天梅雨锋面持续南下，预估未来一个礼拜锋面容易在台湾呈现滞留徘徊的状况，所以天气上都很不稳定。今年上强梅雨锋面影响台湾时程分做3阶段，拜二受到天流锋面的影响，西半部、东北部拢会出现到短时强降雨。气象局嘛针对17个县市发布大雨的特报，其中桃园嘛出现到雨雨的情形。 拜三到拜四，锋面会转向南，中南部会有局部阵雨，或者是雷雨。若是雨势较大，是伫拜四到拜六，第六锋面加上西南风真强，各地拢有大雨，甚至伫中南部会有地灾性雨雨发生。尤其到星期五的时候，我们预估除了各地都有大雨或豪雨发生以外，中南部的山区在星期五的时候会有豪雨以上等级的雨下来。 气象局嘛预估这波雨势可能会持续到后礼拜二，要提醒大家未来几礼拜一定要做好防范大雨的准备。